感應篇咧應該係古今第一善書嚟嘅，佢會教俾大家咧，你如何去做積德，係一個好逆世嘅一本書啦，即係喺人間點樣去修行咯，如何成仙嘅一本書，因為咧佢喺裏邊咧好明確咁樣提到咗，若人想成地仙，當立300善，亦即係話咧，你如果一個人咧想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天仙，或者成為一個神人，解脫咗呢個輪迴，成為咗一個叫做自由自在嘅人咧，日行300善，在世都係已經係神仙啦。但係如果你能夠在世立1300善者，就係天仙啦。咁呢兩個仙嘅我原先一開始我睇呢本書啊，我覺得哇係好簡單啫喎，我一日做一件好事，1年就差唔多，1年我仲有65日休息添，係啊，咁係咪咁容易就成仙咧？大家知道係咪好難嘅？咁咧，因為咧成個太上感應篇咧就好明確咁樣話咗咧，我哋有23條目。或者係3個種類嘅嘢咧，我哋做啱咗咧，就係叫做善事。但係同時佢亦都提到咗咧，有170件事，一旦我哋做錯咗咧，呢度叫做減分，亦即係話我哋平時好似你啊，無端端咁樣講我啦，你就喺度行緊惡啦，爆粗口咁啊，係啦，咁你又喺度行緊惡啦，當然唔係爆粗口啦，佢唔會講埋啲咁 low 嘅嘢嘅。譬如話你打乞嗤，你對住我，冇用個手揞住，就不講禮貌。係啦，呢個都係噶，所以佢裏邊嘅條目咧，睇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你心驚膽戰係咩咧？原來古今第一善書裏邊有咁多嘢，我自己係做錯噶。所以就真係有好多嘢警醒我哋，如何係入世修行咯。佢因為好多修仙之書咧，教你一啲符咒啦、內丹啦、養生，佢呢度冇。佢呢個就真係好簡單。成仙之書只有一件事，就係做好你自己嘅善事。